那么如果咱若要进步，来想好啦，来监督，来三思平衡，来司法之人士，那安尼咱讲要成功了其实这就困难所以老师甲咱讲，剑不能了，难保相反。所以讲就无法度人去了解，嘛无法度人去了解咱过去实在伫遐光天介绍，嘛无法度人去认清那安尼了解，免生活啦。所以讲咱要做明大师这个五组伊当个讲如此的见解，它是无上的了不可得的。如果呢，你若有这种见解未了解这个本性去，是无法度人去达到正法，无法度人去达到见识。那么咱讲的这个见解，就讲一般的看法，甲外境的差别，无同。咱每一个人拢有这个把握。咱讲欲经我门内闭门所以我们就是讲教育一些心，那么意，咱讲的欲经刚有灵，生出这个意识，就讲把只看到的，我教的，我无教的，我欢喜无欢喜的。这拢呢产生了意识形态，造成了这个色心用事因此讲人生有八大苦咱讲呢，除了讲生老病死以外，还有呢爱变是苦，还有万分的苦，养不得苦，无分是苦，这物件。因为你要需要，你要得到，所以呢，产生这个苦，有苦了得袂到，然后变成困难，有分就是因为咱人相会执着这个相，所以得了这个因果，有了这个因果，产生了无明最大的原因所以你这个看法到外境的差别，你这个相思相。就是讲，咱烙印伫咱的内心当中有迄个心物，甲房物心物就是咱内心的贪嗔痴爱这个物件，就是咱有这个妄想的这个心想要得到什么物件，所以叫做妄物伊变相，咱所看一切的形形色色，拢接受，你若接受。心无明心若无明，你的心受到这个风格，无法度能够开开咱的这个智慧那安尼智慧无开咱的心智就无法度能够自在，嘛无法度能够达到这个见法。所以呢，咱五祖你看，这个开始有这个真如自性的特色，加这个本质就是讲。当下跟希望跟了我会当的出现有咱讲的身体力行无言无语无笑无迹理行自然来自然去，达到出现立为无所不的这个见法所以讲你这个本文内底伊讲无上菩提殊必言下。色主本心，见主本性，不行不变。一切始终两不见，万法无一真一切真。凡见如其境，这是真相；若如处变，这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了。完全呢，开始这个咱这个五祖伊就开始加咧甲这个。亲像来开始这个色主本心、见主本性不生不灭的这个物件。咱知影诸性伊是呢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在性不增，在行不减，伊是真正的物件。
所以讲，任每一个人，咱讲的心中拢有这个自家的这个宝藏。所以呢，咱点老师常常讲，拍之不离点啊，讲经不离性啊，讲法不离心啊，完全拢在讲心情的物件，包括讲332经，完全拢在讲这啊，不如练出一支点的印证。所以讲而且句话总归一句话，就是讲五祖伊呢，就是要甲这个伊的大弟子亲手所提示的，就是这个识字本身、见字本性不成不变的物件。所以讲呢，咱重点就是这啦。那么呢，咱所讲呢，什么叫做识字本身啊？这个自心的本体，伊是无生死的，伊是来自自由的啦。那么伊是呢，心灵无比的，妙不可言。所以讲伊是出来这点出去就不坚，都没有留下一点痕迹的，去了边家防范。所以因此啊，咱必须要常常就是咱的保持这点呢。相交的迄个道心啊，咱就给以遐形形色色，来个正常来安靠着咱的这个心灵的这个黑暗，随着迄个妄想而来运转。所以讲呢，那安尼，咱就法度呢，依着咱的心如本性来指导一切。那么，那安尼这个心如本性，就是会当达到清净无为，会当了悟迄个真谛，那么达到心空，那么什么叫做见字本性？何为见字本性？咱所以上所讲，因得光照着这个精灵的自性。本来就是清净无量，所以呢，伊无所妄讲，让时空万法处理了所有的这些，无所不通，无所不能，伊变化无穷，深不可测，所以伊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所以伊是能助人家己无因无所不为的这见感。这算是成空啦，达到成空啦。那么这就是讲以这个五祖伊呢，要甲这个心术来开启这个识字本性、正字本性不是不变的物件。所以最后五祖呢，伊当将这个无上菩提自性法来解决以后，那么呢，伊希望心术。大弟子当时会当做一个师傅，那么呢，搁再建筑一个建议啊，提上我如果你哪个说达到这个境界，这个真如本性的这个境界，那安尼师傅啊，一定会将这个衣钵甲这个境界呢，来传承予对啦，那么经过数年咱的亲像因伊安尼就心中有较丰富啦，伊来坐立不安啦，所以讲伊咧想有多人讲，要用咱师傅所以讲伊嘛是比较多，所以讲而且拄讲讲到这啦，我咱当了这个时间讲了比较多慢慢写不下来了曾老师同意让你做一个主持人讲这段，看